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竹山一个55岁太太，骑机车要去指南宫拜拜，拄到一台沙石仔车正滑，迄个瞬间，伊感觉伊一定会去互沙石仔车弄着，就赶紧倒退路，但是也是闪袂过，也是互沙石仔车的车后斗扫着，伊是连人挂车摔倒在地，当时伊是连滚带爬，赶紧往后壁来逃命，才逃过一劫。 沙石车驶到路口要正弯，迄时伊的正边有一台奥多麦经过，女技师看到，赶紧打洞仔捌去。不过沙石车车头挖过，后边车身嘛对咧挖，技师弄着机车，女技师含人挂车倒伫涂骹，行到伫涂骹哪爬哪捌去，好佳在逃过一劫。 它的一个大转弯就把我给卷进去了。碰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来不及了，会死掉了。一瞬间就赶快抽身出来。女技师受到迄时要是会惊，连手都咧喘，双脚甲脚头乌嘛受伤包扎。吓死了，整个都一直发抖，坐在旁边回不了神。车祸发生伫南投竹山职业路口，55岁李姓女技师迄时为指南宫骑车要去基太庙拜拜，路中撞到沙石车正滑，迄时伊就感觉可能会撞到，就捌去，不过退了无到后壁。 大型车辆本身有很大的视野死角，后轮会向内缩，产生较大的内轮差。警方提醒基慢车经过路口，撞到大只车要滑的时，爱闪内轮差、内轮差，就是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，大约是2台奥多麦、1台轿车的长度，上好伫路口等车驶过上安全。另外，若是沙石车无让基慢车，会当罚1000块以上的罚金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